后来，这个5日节嘛要到了，台中市卫生局客家市面上的肉粽、冷冻粽甲鸡粽，其中有一款土豆冷冻粽，大肠杆菌甲青菌素竟然超标100倍，若是食落肚会引起到落痧。另外，这个中华卫生局嘛检验到一间食品加工厂的土豆粉，黄壳的毒素超标8倍，食伤济会伤肝。台中市卫生局客家员分别到市场生鲜的超市，摕粽转去客家，总共检验61件，发现其中一款是伫生鲜超市卖土豆的冷冻粽，细菌超过标准。大肠杆菌群的部分超过最大容许值是1100个单位。卫生局讲，大肠杆菌检验的标准是10个单位，验过这款粽是超标101倍，另外生菌数嘛比标准高104倍。民众若食落腹肚底，靠引起胃肠无爽快，也是落痧。怀疑讲是做的过程，还是运送过程被污染，要求厂商回收。对那一批的产品。总共是383呢，已经全数回收消费。我们在制程上面已经有加强管理了，然后我们去自行送验的话，都符合规定。有人食粽爱含土豆粉，中华卫生局调查发现讲，有一间食品加工厂的土豆粉，黄卡度数超过标准8倍，若食伤济，会增加得到肝癌的风险。花生粉是在如果受潮情况下去贩卖，它就比较容易滋生霉菌，造成黄曲毒素跟赭曲毒素的污染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伫网络顶面伫卖因为虾包装无产品的资料，中华卫生局嘛要求厂商爱改善。